欢迎收听8月28号的迦南之声，我是世谦牧师，大家平安。我们今天呢要一起来分享的经文是耶利米书的38章1到28节。耶利米书38章1到28节。你相信上帝吗？你对他的信任有多少？在今天的经文当中，两个角色，一个是一国之王，另外是一国的先知。当然我们知道这位先知他不只是对这个国家说话，他在当时也对列国来说话。这个王就是西底家王，南国犹大最后一个王。而先知呢，就是耶利米先知。在这个时候，他其实是在一个非常困难的时候，因为他自己的性命难保。但是在性命难保之际呢，仍然要说上帝要他说的话。出于什么样的信任可以说出这些话呢？在今天的这段经文当中，也是一个故事。上帝让耶利米领受一个信息，就是他们要向巴比伦来投降。但是这个城已经被围困很久了，我们都打仗打到这里了，要轻易的投降吗？而在我们自己的群体里面，有人说要投降的时候，这不就是摆明的要让我们的士气低沉吗？这个说投降的人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，还是为众人的利益呢？耶利米就在这样的一个传达当中，他被人投到井里面，还是被王身边一个太监叫做以伯米勒的给救了起来。而救了起来之后呢，这个王的反应也是让人觉得反反复复的。一下子要到耶利米面前问上帝的心意，一下子呢又让他的官员随意的对待耶利米，然后又将耶利米救起来，要问他上帝的心意。而在这里，耶利米面对到西底家的反复，他当然也不是没有智慧的人。他跟这个西底家说，如果我说实话，你一定会杀我啊。那如果我提出建议，你也不听。西底家他就回应说，好，那我发誓我不会杀你，也不会把你交给想杀害你的人。就在那个时候，耶利米又再说了一次，他这次是对这位王说，如果你向巴比伦的将军投降，你就不至于死，这城也不会烧毁，你和你全家人都不至于死。但是如果你不投降，这城不但要落到巴比伦的手中，而且他们会放火烧了这个城，你和你的家人也没办法逃脱他们。而这个王他听到之后，他的回答很妙。他回答说，但是我害怕那些已经向巴比伦投降的犹大人，他们会因为我现在的这个投降来羞辱我，来让我受尽折磨。都什么时候了？这个是最重要的事吗？在这里，耶利米告诉西底家王，巴比伦人不会把你交给他们，我要求你听上帝的话，他已经告诉你了。如果你愿意听上帝的话，你就会事事顺利，不至于死。但是如果你不投降，你的家人包括你都会被毁灭。在这里面呢，我们看见后来结局当然是这个西底家因为他的反反复复，一下听上帝的话，一下不听，结果后来南国犹大就真的在他的手上被毁灭了。然而耶利米几度经历生死之际，却仍然相信上帝。这不仅保守了他的性命，
也帮助他在回应上帝呼召的时候，真的是一路的走到底。很多时候我们对上帝的话语常常有着人的意见、环境的意见，可能这些意见当下听起来很有益处，但是在上帝拯救的历史当中，真的是要如我们现在自己的决定吗？我们真的很需要上帝的话语来帮助我们。上帝用他的话语来带领以色列人，即使在这样的一个境况中，上帝仍然要救西底家王。但是很可惜，西底家王反反复复，他对上帝的信任，我们从他的反应就可以看得出来。恳求上帝也帮助我们，像先知耶利米，他持守回应上帝的呼召，即使在各样的境况，他仍然相信上帝有最好的安排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爱我们的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让我们有你的话语可听，让我们有你的话语可读。在这个时代，我们透过圣经来聆听你的话语。但主，我们不仅是要聆听你的话语，更是需要从你来的信心，好叫我们在每一次的选择中选择遵行你的旨意。主啊，遵行你的旨意可能有时候会让我们看似陷在困境，但主，你却是掌管历史的主。我们可能在这时候看来是输了，主啊，但在你永恒的国度来看，这个输赢不算什么。主，恳求主你教导我们，叫我们真实明白，人生是在上帝你的话当中有那上好的福分，有最好的安排。恳求主你也让每一个弟兄姐妹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，就要活出遵行你话语，叫我们得着生命，叫我们身边的人得着生命。谢谢你，你的心意总是要拯救。恳求你也让我们有受教的心，成为那愿意被救的人。我们这样祷告，是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迦南之声，我是世谦牧师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，邀请你给我们5星好评。我们明天见。